拢包了。安尼较有生理啦，对客庄来讲较有生理。啊，你好多生意都无心理这套呀，伊写新另外搁叫人。啊。啊，你当初会设计就是因为，专门做客人的生意。才会去学写信啦，去学啥物，反正就是这人。讲了你做了敢食毒药共款啊，放袂开啊啦，好趁，迄是还有场尔，好趁啊。无凊彩出来一场就5000，一场出5000，遐一个月逐工出来就15万安尼啊。这你增加要赚15万，要倒趁，对不对？啊，即嘛是场无通啊顺啊，无较早，一个月15万是介数上的代志啦。将来你发展减重啊、打铁啊、从容啊。杀工工啦、搬工啦，来家厝，改变生活。然后还合作的吼。咱合作的，家庭啊，看到非常好贵的时阵，一年100万的新车子刚出来的时候，保持了3、4年，那现在就差不多60、70万而已。那现在这个年代60、70万，就等公务员也一个月5、6万块一样啊，也不会超到哪里去了。啊，伊遐都搭千两支就好啦。你遐大地，你跑倒去啊？伊会吊顶悬啊。你吊顶头咧？系啊。我是要叫吊顶头。把吊顶头蛮好啊。我摕迄个比赛客。我某落下手就无落下手撞着头嘛。迄上阁有力，迄下手槟榔敢若全省嘛上有名的，上阁有力，对不对？我别人弄落去钓咧。邀请来咱分团，新批阿七壮乐团。谢谢，启动市场，万事如意，拜拜，谢谢小妈妈。好吃，哎呀，好吃，好乖啊！莫搞，我做。好，拍手。那个水饺。哦，没拿吗？来，以后就不用电话。明年要来了。阿姆来了。阿姆来。干嘛 ？Hello。大美女。哦哟，啊，我怎么看不到我？啊，你在下面那个啊，这样形容不错吧？OK 了哦。还好啊。OK 了。我忘记我名字。我看到了。这样很清楚了啦，这样很清楚了啦。这样可以了哈。对了，这样很清楚了。OK。给妹妹来，Kimi 快来，Kimi 快。有兴趣。哎呀，来，快点来。哦 ，Hello，姑姑啊，美国的姑姑啊 ，OK。好了，好了。没有姑姑，你没有看过我呢。好了，我叫潘颖杰。啊，那个迄时你结婚了，哪会无登去宜兰发展？对，无登去啊，登去嘛是看无家再算登来。本来就是先做康乐队啊，也是个机缘啊。刚好有一个老人家，他说那个何伟，那个有兴趣来了么？来做欣赏，你就同来抢先表过，然后后来
就是个机缘上才那个走入街头的。分享百强，百强日式工作，日式工作，日式工作，西式工作，工作实在，传统同志走私同用，黎民专政，昊天金刻，玉凤太天笔下三拜，南岛圣经，北岛圣经，太松罗经，国枪光临再来摆枪。太松罗卷，挨头摆吐嘅咩嚟吐？太松罗卷，大伤脑筋啊！话就差很远了。所以好多花同黑花蝶比较嘅時陣哦，你感覺啊唔對嘅，花絲啲吐嘅時陣咧糾正嘅哦。對不對？啊，挨做的，算是講法強強，啊，但是挨做的部門，挨做的這個行程流程啊，太艱苦了。你拿黃字，你拿黃的，這上面那個黃的，來，爸爸拿紅的，啊，來，起來跟我來，來跟我來，來，再走，走到正面來。年年富贵啊！好，圆满了哈，圆满好，圆满，好，好，就这样，好，来，教授上，来，啊，这个等你好，开杠啊，开杠，啊，從佢發嘅你有相片睇啊？啊，相片有冇睇片？有冇睇片？nhìn都冇誒，得自家相片反光冇啊。哦。nhìn冇呢？來到這邊往生哦，他兒子就搬出去了，對啊，沒有在這邊了。哎，羅先生，嘿，啊，挨到啲塔爾即土嘅時節，生產搶救人啊，嗰度時節唔低啊，啊，生產啊都對嗰個路皮嘅嗬，係個內行啊，哦，啊一天嚟搶救伊啊。阿伯吼，已經老誒吼，啊，挨細年哩也袂食，啊，所以講哦，伊咧比伊咧所有誒老古董誒書啊吼，愛本人誒吼，啊本人誒看本人誒，伊講愛學啊學筆傳吼，學啊迄個萬神啦吼，啊嗰個安床啦吼，拜祖啦吼。啊，所以伊較有心，啊，挨做曉送嘅人吼，做好筆嘅人，啊，挨常常。啊，感謝伊啊，錯嘛吼，啊，有過年過節嘛是要送個10塊河西海，嘛是買啊，萬事起頭難啦吼，要創你業啊無簡單啦，大家慢慢堅強，啊，人哋介紹講咧，家今日學吹塔嘅，以前都從海先生嘅，啊，你做先生嘅先至頭先即個一定要寫詩，錯嘛吼，啊，但係你機會咧真好。啊，行出嚟都，我都講得對，啊，兼先生啊，不加健康事。有錢，看到出嚟多開廟來搶多開廟，就是你幾百個，愛準備啊你幾百個，搶太多一個豐收，一個來多一個開廟。呢個安排師傅啦嚇，來，現在有做幾多有做？請教。进入 Q 数，再 Q 数，上 Q 数，我生，自己生，一己生，富贵。走呀啦，走呀。
都下班，之前咧阿超姐同我约好啊，讲已经要游龙头啊，龙头拜天公因缘分咧拜天公吼啊，伊再毋去游一套，我向来天数那个长龙啊，游一套向来天数做啊，我爱多遐都下班咧直接对遐赶过来啊接伊，啊遐爱多长龙诶，拜天公诶地点喺长龙啊，都遐多长龙。一係闽南嘅大鐵村咧，天後強吼，咩方啊吼？一到老人家全部我漸凋零嘅吼，咩方嗰度，迄個禮數，一個禮數啊，包括拜天公，我說我哋後生一批來學，最重要嘅係學迄個拜天公，因為我哋萬福祝福，我唔就愛拜天公。啊，也就本人所有嘅人嚟學啦，啊學啊多面，像從我後生啊，像從嚟嚟學嘅嘢，所以我係如那聽阿飛哥啊，慢慢嚟學嘢啊，呢結婚咧，拜天公嘅意思。是西都做得，周氏同樂，你天地為我，萬非君讚發育。心恩浩托，使命用来力气，不敢再自由念，数播出一时一呀，诗书函授，奇书顿数800颂言，就像这个是上我们起亲的部分所讲的。因为他要求良言事，求出良言诗嘛，最愛結婚一下嘅阿飛哥，我同佢團體學，學嘢安樣嘅寫，樣嘅愛拜天公安尼禮儀。伊個安部，喺受劍一下嘅阿飛哥都同我有講過安尼嘅事情，講一下老一輩一到嗰度禮儀啊，將會失傳嘅啊，嗰種我哋啊後生嘅批愛來做嚟傳承。米滿酒嗰啲風酒。喺數位機上台。哎呀，風都矮啦。等下精彩播啊！現在等下精彩播啊！一般是第一多。迄是在點，來錯，迄當作點唔得，伊現在濕都差唔多嘅時候來公演來精彩播唔得個標準。劍有台灣山、天東鄉、新鼻鄉、大鐵村、木恩新市、賴榮耀、通大合格嘅認定，技術敦數800送信。求數，再求數，三求數。你那有传承下去70岁后的，那跟45岁啊，我40岁就学，今年60，我已经做20年了，20年了，做20年，时间过得很快。我在做的时候，他正要还没结婚，在结婚的时候，我就跟他讲说，你结完婚以后最好来学这个，好不好？他说可能用不上了，结果到现在学到了。那挨好多年呢，挨好多年都挺好嘅，我看年啦，係啊。送行的時間地動，過於一多風鬆順就。一下都風鬆順就啊！錯，準備風鬆順就誒。他講1年上的時間，他講行鹹來送行誒。求富者富於東海，求書者書比南山，出書者名頭金榜，鋼鐵者擊鼓千重，勇武者放於盡頭，勝利者萬眾應惜，守關者步步高升，再來保護六福神行，太行太保。電初重成金魄，一經焚化，變化忘記，像紫薇天星呀呀，款款亮書。
也多會有時間啊。哇！日嘅你用啊，你晚因為要放工，乜嘢人講？自家拜拜都會，咩講啊？個屬於咩？個屬於公嘅。嗱，講過啦，拜天公啊，多會啦，多會啦。咁啊！好，一拜天地。你要走就行了。对呀，你慢慢退，让我放。好，对。好，一拜天地，拜，再拜，三拜，好，2拜高堂祖先啊，对。谢谢。难道祖先的历代的多么交心？你才留来不回忆，骄傲之中，你的神仙老虎狗啊，个人戏法个人变啊，在什么场合，你就演什么戏啊，演什么戏码，本来就这样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想神仙老虎狗就这样啊。你当你要做蛋的时候，你就要有蛋的样子；当你要做丑的时候，要有丑的样子啊，对不对？本来就人生本来就这样啊，戏如人生，人生如戏啊。这2位是舞蹈协会的会员啊，他们跳的是3步的吉鲁版啊，3步的吉鲁版。快车已经飞去，小小红，小弟弟相就把酒